当道，上帝互咱得到生命的光，请真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来敬拜你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你的慈爱。阮要就近你，因为你是生命的光，因为你是活命的道路，因为你有永远的神。愿你接纳阮，用永远敬到你是阮宝座前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充满伫你的圣殿中，互每一个阮的姊妹兄弟，拢领受你的充满，用你圣洁的本性，用你的真光照阮的活命，互阮的新生命得到你权能的扶持。伫这个圣洁的时刻，阮深深仰望你，愿你的光充满伫阮的中间，对这世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主的光除去咱生命中间所有黑暗的关系，特别是互咱的生活习惯，因为主的光照，咱看见咱家己生活的境遇。因为主若要追求咱信仰甲生活的态度，咱无一个人会堪得徛伫伊施恩宝座前。最近咱的教会查经拢咧查箴言，其中箴言一个真要紧的应允甲祝福，就是上帝赏赐人类智慧甲聪明。什么是智慧？什么是聪明？咱一听，咱就了解，但是无拄拄真清楚了解。你若安静思考，什么叫做智慧？咱有时讲袂清楚，咱就知影智慧就智慧啊，聪明就是聪明。圣经所讲的智慧是什么？圣经所讲的智慧是一个互人有能力做决定的能力。智慧就是互人有做决定的能力，聪明就是互人有做判断的能力。智慧甲聪明拢是能力，一个是做判断，一个是做决定。真多人对少年甲年老未改变就未改变，因为伊对自我的了解其实无聪明的智慧，所以真困难改变。独独只有人谦卑伫主的面前，而且发现家己的丧向，才发现家己的愚妄。上帝的圣神才会当开伊的目睭，互伊得到能力。今仔这个礼拜，我真对心中真期待，上帝用伊的圣神光照咱的教会，将光照咱在座的每一个咱的囡仔。愿主的真光照伫咱的内底，互咱无搁再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，互咱无搁做一个无明、痴迷的基督徒，互咱因为上帝生命的真光，咱的一生要活伫光明的中间。上帝起头创造讲，没有光就有光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足大的应允。上帝亲自对黑暗讲话，上帝用伊的权柄除去黑暗，伊讲 Let it be， 互伊有光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施恩座前，咱对主讲：主求你，互我的生命有光。愿主亲自成就这个救恩。因为圣经今仔日无论是伫新约旧约的圣经记载的箴言，顶礼拜拄查过箴言第4章，伫咧中间有2句话应该咱爱背起来。第一句话就是第4章18节：义人的路要亲像日出的光，哪来哪光得到一中道。
呀，这你爱你的人生是哪行哪幸福，哪行哪快，哪行哪有愿望，或者你爱你的人生，迄条路是愈行愈矮，到最后是无路通行，最后妻离子散，人生是一个无愿望。当然，咱拢爱，就是上帝互咱的生命，行伫光明的中间，哪来哪光，直到真中道。啊，这你愿意对这句圣经的话讲阿门吗？关注伫你阿门的时，就将这个真光，真光就是主耶稣，真光就是真理的光，真理就是上帝的话。所以咱来了解创世纪不是一个故事，创世纪第1章甲11章是一个讲道，会咧讲起咱的上帝讲，爱有光就有光，伊的天使甲伊的彩阳，就马上将上帝创造早就已经存在光，就放伫迄个地上，伫这宇宙的中间。咱伫今仔日，咱对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到14节，第10节到12节，咱得到一个应允甲祝福。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需要你，因为你是生命的真光。主带我行光明的道路，互我无行伫黑暗中。这是上帝的应允。约翰福音第8章，这个是记载伫一个真特别的故事，所以这句的经文，伊本身真重要，而且伊本身就是咧讲起一个人生的境遇中间，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，要用伊的救恩甲怜悯，互伊的生命得到改变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什么种的故事？咱应该今仔日搁重新倒去看。其实你若无看，你已经知影这个故事是什么种的故事。约翰福音第8章对第1节到第12节，伊咧讲起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，伊互伊的兄弟姊妹、伊的同胞，甲伊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要求耶稣甲伊审判。迄群人就是一生坚持教会爱有规矩，生活爱有道德。圣经讲，这群人叫做经学士，叫做法利赛人。这个故事恁知影？结局耶稣伫第11节讲，遐审判你的人伫什么所在？有一人甲伊讲：主啊，因拢离开啊。然后耶稣甲伊讲：因若无定你的罪，我嘛无定你的罪。倒去。无搁再犯罪，无搁再犯罪。这个圣经，如果你若了解以色列人伊的语言，这个字本身是咧讲起，无搁再犯一个你的习惯常常咧做的代志。所以是咧指这个人，伊是生活习惯已经无法度脱离迄个欲望情欲的捆绑。耶稣并不是一个含含糊糊、无是非的老师，但是耶稣所讲的，就是顶头生比审判更加重要。所以耶稣怜悯这个人，但是耶稣互伊得到赦免。最后耶稣讲这句话更加困难，伊讲倒去，无搁再犯罪。兄弟姊妹。牛看甲北京嘛是牛，咱人的罪性，咱人的血气，咱人的习惯，兄弟姊妹，有什么人有能力是做一个自由的人？真困难。所以古早人才讲江山易改，安那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耶稣互这个查某人一个更加困难的功课，倒去，无搁再互黑暗捆绑你；倒去，无搁再互习惯捆绑你；倒去，无搁再互这个世间的道德败坏来污染你。
耶稣明明对黑暗的关系讲：撒旦提去，因为伫我的手中有生命的真光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这个应允，就是伊的宝贝，伊的基督，放伫恁的生命中间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未堪得，主啊，我未堪得，我何德何能，通领受这样宝贝？我的耶稣基督，伫我的生命中间祝福我。愿主对恁讲话。多谢，上帝嘛照顾恁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的教会是一个，毋是听讲道的教会，是一个领受祝福、活出来上帝生命真光的教会。主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，因为咱甲这个负责人50步跟100步，咱有无同款的困难，咱有无同款的限制，咱有无同款的生活习惯。甚至咱家己嘛感觉无能为力，但是愿这个光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。伊讲：我就是世间的光，我就是世间的光。愿咱对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需要你；主耶稣，我需要你。今仔日这两段的圣经拢在讲起生活的光明的中间。愿兄弟姊妹，咱用创世纪上帝所讲的话，没有光就有光。主求你甲我三甲地地，我一生生活伫光明的中间。因为阮的信仰的前辈讲，基督徒都是上帝圣洁的百姓，是光明的子子。圣洁的百姓，光明的子子。所以咧讲起义人的路，基本上是咧讲起用正确的态度行人生道路的人。或者唔通啊，看到迄个英文，迄个礼米，因为迄个礼米有一个先决的因果条件，一个条件伫头前，就是一个人伊用正确的态度来过伊的人生的生活。这种的人伊一生的路要哪行哪光，永远无黑暗。因为伊停伫直到日中道，伊讲上帝的话要照伫伊的生命中间，要带伊行一条永远无改变的道路，亲像日出到中道时。自从上帝创造天甲地，自从上帝创造光，对伊的开始，宇宙从来就无欠过光。虽然当然有日时暗时，日时暗时，但是伊的光永远存在伫上帝手中所创造的宇宙。咱卖当甲上帝讨讲，主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主你甲我做天甲地；主伫我的生命、我的思想甲灵魂的中间，主你甲我做光。咱奉耶稣的性命讲 ，Let it be。Let there be， 意思就是讲，互伊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你的真光。愿主对恁讲话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你求上帝对你的黑暗、你的生命中间黑暗的角落讲话。换一句话，就是求上帝圣神对你讲话，互你发现伫你的生命中间所欠缺。以及你家己的糊涂乱象，信仰最大的困难就是人的悔改。信仰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悔改，就是一种的新的人物。我从来无感觉我有啥物所在唔对，我从来拢无感觉我的生活中间有啥物种的瑕疵欠缺。这种的人当然伊就永远无改变。但是，一旦上帝若将迄个光放伫你的目睭前，迄个光就照伫咱的面啊。上帝的光就成做咱的光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
创世纪第1章甲第3章是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，嘛非常水的经文。咱读汉文的圣经会当了解99%，因为这个字足简单，因为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伫这个所在，上帝将光放伫宇宙甲人的生命中。光代表生命，光代表活命，光代表愿望，光代表能力，光代表权柄。凭什么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？你讲迄个圣经讲的，兄弟姊妹，凭什么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？咱呢？咱敢会当祈祷讲上帝，你照安尼讲，你照安尼成就，你带我进入你的光明的中间。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其实自从你认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自从咱认耶稣做咱的基督，你甲我，咱就开始常常生活伫上帝的应允甲祝福的内底。所以上帝其实不断来对咱讲话，但是只不过就是咱听无了解，听袂清楚，或者咱亲像无用的人，咱身边的人甲咱讲话，你根本都无听入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因为上帝要对咱心中黑暗的角落来讲话，愿主对你讲话，主对咱讲话，一个最大的祝福，就是伊要将一个尊贵的活命放伫你的人生的中间。上帝的话就是伊的权柄，光代表活命，所以上帝讲。伫这个宇宙的中间，天甲地的中间，要有光。上帝嘛讲，生活伫黑暗中的人，要有大光照伊。以赛亚第9章，光代表平安，光代表愿望，光代表希望，光代表逃亡，光代表拯救。光若来。咱无能为力的引诱、扭曲的生活习惯，拢要得到逃亡。兄弟姊妹，甲主讨，享受上帝以真光的逃亡，这叫做顶头生。咱莫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听一生的讲道，却无享受生命的真光。这个负责人耶稣甲伊讲：“倒去享受你的人生，无搁再犯罪。”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讨讲：“主，我不爱倒去，除非你答应我，你的光永远遮早伫我的生命中。然后你的光，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主我拢平安。有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。”因为这是圣经中间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伊对伫对一节，对伫以赛亚第9章第1节，伊讲生活伫黑暗中的人要有大光照伊。以赛亚的神学，以赛亚的信仰，以赛亚的信仰的观念，基本上就是上帝就是我生命的光。日头无搁再发光，月亮无搁再发光，但是我的上帝永远伫我的生命中间发光。以赛亚第10章第17节讲，我的上帝，伊亲如火，伊的光亲如火。阿门。伊的意思就是，除了光以外，又充满热量，又充满活命的开展。愿主光照恁的家庭，因为大必安尼祈祷讲：
你伫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就有光；你伫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就有光。邀请咱的主耶稣，所以你一家之主，你家庭的主，掌管你的人生，掌管你的家庭，掌管咱共同的教会。主啊，伫你的光的中间，我要看见真光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有这个福气，毋是肉体的光看到上帝的光那点，咱会当真正伫咱的心灵愈来愈光，直到一生的落尾，愈来愈光，人生的光哪来哪光，直到一中道。愿主甲咱三合地地，创世纪第1章第1节，圣经讲：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。这句话应该搁读一句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嘛是第1节。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合地地。对启示录创世纪读到圣经的上落尾，伫创世纪上落尾1章22章，耶稣讲：我就是阿里法，我就是俄米伽，我就是起头，我就是落尾。伫宇宙伫历史也未开始之前，我就存在。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圣经是遮尔宝贝？这10个话用中文的翻译，恁读无？为什么？因为伫迄个中间有稳重一个字，叫做 S， 不是小 S 哦，是 ET 啊，又带一个尾音 H， 所以读 S。牧师甲恁分享，只有3抓4抓。第1抓是创世纪1章1节，第2抓就是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，第3抓就是圣经起头以色列人所写的摩西5经的原文。伫迄个中间讲 Elohim S Shamayim S Ra'ah， 这个字咧讲起，特别是我用较橘黄色这个字叫做 S。用英文的字母叫做 E，T。E 是犹太人的字第1字 ，T 是犹太人的语言文字的上尾字，非常无简单。因为这个字足歹翻译，嘛会使免翻译。伫英语叫做前置词，意思伫光的头前加一个 THE。伫实个名词的头前有放一个代表迄个，这个字免翻译，但是意思就是上帝要讲，要有一个实体，伊叫做光；上帝讲要有一个地上地球，伊叫做地球。所以约翰福音读到这段圣经的时阵，伊忽然了解讲，起头有道。道甲上帝三合地地，伊无讲起头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甲上帝三合地地。伊的意思就是，迄个也未翻译出来，迄个稳重伫天甲地即个物质的内底，迄个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话是起头的，是落尾。兄弟姊妹，伫上帝真侪稳重的智慧。要伫较无的人，伫谦卑的人，才有法度得到。感谢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教会，求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因为这是一个伊的原文的解说。天叫做什么音，地叫做 Erit， 这个字头前拢加一个 ET， 这个字足歹翻译，因为英语无这种的翻译。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同在啦。咱咧讲以马内利，这个字以马内利叫 im 加 s 这两个字是犹太语言内底上歹翻译的字，意思就是同义字、同义体、同一体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就是一个甲天甲地、甲上帝的道三合地地。咱今仔做礼拜的人，咱讲以马内利，
上帝，你将这个温存的宝贝放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互我会通了解。主你的话对起头创世纪第1章第1节，主你的话到圣经的上落尾启示录22章，我是阿里法，我是俄米迦，我是无起头，我是无煞尾，我就是起头，我就是煞尾。愿主甲咱三合地地，互咱对上帝的话有敬畏的心。兄弟姊妹，咱才知影讲，原来上帝的话是遐尼深刻。主甲咱三合地地，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甲主讨讲：主你是道，你是光，你是真道，你是真光。主求你互我甲你三合地地。这就是约翰的看见。咱倒来到咱拄则所读的这段圣经的故事，咱就知影。上帝伊本身就是光，上帝伊本身就是真道。既然生活伫伊的内底的人，就无搁再有黑暗。咱的生命要充满上帝所赏赐的真光。原来伫主的故事、圣经的故事，搁一摆讲，主互圣经的故事真侪我生命的故事。主这个妇人人，伊得到你的赦免；主伊得到你的恶乐。伊得到你的差遣，伊伫你的宣告的中间讲倒去，无搁再犯罪。主愿我伫你的保守的中间，我一生得胜到落尾。主伫所有的软弱，我要夸口，因为伫人袂话，伫上帝你凡事拢会。主改变我的想法，主改变我的看法，主将智慧甲聪明赏赐互我。拄则我一开始甲咱分享讲，智慧是一个做决定的能力，聪明是一个做判断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亲像这妇人人。圣经无讲这个故事的妇人人，倒去了伊的人生怎样？但是约翰甲这句圣经的金句，放伫一个生命的故事的落尾。基本上，约翰福音是咧甲咱讲起，人无可能改变伊的生活习惯。总是，当主耶稣若来，伊要改变咱的生活习惯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互咱有无搁再跋倒的溃烂，互咱有无搁再软弱的溃烂，互咱无搁再受黑暗惊吓的捆绑的溃烂。伫今仔日，咱甲上帝讲，有你的光真好。所以这段的故事甲今仔日的信息最重要，就是讲顶头生比上帝的比审判更加重要。耶稣伊无使用这个审判妇人人的权柄，但是耶稣用一种的讨棒的权柄，互这个人顶头生。这个耶稣嘛是咱的耶稣。一个耶稣爱咱，生活伫伊的光明的中间。或者，请会记哩，你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光明之子，唔通日夜颠倒，应该活伫光明的日时，做工做盐的时，你就是光明的子子。应该得到安息、休困、重新得力的暗暝，是要互咱享受。伫上帝的怀抱，迄种的甜美，迄种的定心得到开展。所以咱三个地带，愿上帝的圣神用伊的话，带互恁光明，带互恁平安，带互恁祝福。因为主讲，得你比，互伊要有光就有光，而且这个光一旦开始，永远无停止。这个祝福一旦开始，永远无停止。会停伫什么所在？停伫集中到永远的真光。所以咱三合地带。第二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为着你生命的改变做祈祷。伊讲起头地上有深渊，伫迄个深渊中间混沌无清楚。但是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，
希望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将生命的特殊，就是我生命中间应该有的天，我生命中间应该有地，你甲我创造伫我的生命甲思想的内底。天是属于上帝，地嘛是属于上帝。上帝伫我生命中间，你甲我做天甲地。上帝，你甲我划清界限。上帝，你拄其混沌无清楚，迄种黑暗的势力。主求你用你的话，伫我的生命中间做天甲地。兄弟姊妹，这个祈祷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上帝要互咱伫伊的生命手中，咱的生命成做一个有特殊的生命。所以第二个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用代笔的祈祷来回应今仔日这段圣经的祈祷。代笔伊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发出你的光甲真理，引带我到你的圣山，互我直到你徛起的所在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真光来引带我，互我进入你的礼拜堂，互我进入我内心的礼拜堂。这个所在是你徛起的所在，你要用你的真光照伫我的内底。上帝就是代表面的光，所以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咱同心共同的祈祷，上帝要将伊的光放伫恁的人生的中间。也这，愿咱伫主的面前降服讲：主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生命的真光。主要将你的光带到世界各所在。主要将你的光带予我的微信的亲人，主要将你的真光带予我的囡仔，主要予我的囡仔，伫伊心中还阁毋捌的时，亲像一张白纸，用光照伊，黑暗袂通伫伊的生命中间南山讲话写一寡遐的543的。主，我的囡仔要伫你的真光的中间来大汉，你的话就是真光。约翰伊讲，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之地，然后伊伫第9节讲，耶稣就是真光，伊要照光所有生活伫这个世间的人。第14节讲，道成肉体，充充满满有恩典甲真理。兄弟姊妹，约翰福音遮尔宝贝，伫这个所在伊讲真光，真光这个字，伊原文的意思就是真理的意思。所以真光的意思就是货真价实的光，不是人的手所做的手电筒，嘛不是人手所做的 LED 的电火。这种的电火拢是暂时的，人无能力创造永远的真光。上帝存在光自然伫迄个所在，所以约翰讲，道甲上帝三甲之地，迄个道就是世间的真光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告。主今仔日牧师带阮读的这段圣经，箴言第4章18节，伊讲义人的路要亲像日出的光。咱甲主祷告，主我的人生要哪行哪光明，主我的人生要哪行哪开阔，主我的人生要荣耀你的名，互人知。这个人咧行天路，背后有天使甲上帝来保守伊。求主甲咱同在，伫到咱一生的路尾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对我生命黑暗的角落来讲话。主，你就是迄个稳重的天，稳重的地。主，你稳重伫我生命中间，伫到我见你的面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活命的起头，你造天造地，你享受阳光甲尊贵。主，你伫你的至圣所，阮同心恳求。主，求你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，用你阳光甲尊贵、神圣的本性放伫阮的内底。主，互你所创造的光，就活伫我的生命中。
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，阿门。